就说你为了你的今生挚爱，把唐敏熙这棵摇钱树给摇飞了。甭解释，群众绝对会相信你就是新时代陈世美败走麦城的人物典范。你说的没错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个结果。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李轩，我得向你坦白一件事儿。如果你能原谅哥们儿，那咱们还是铁磁；如果你不能原谅，干嘛呀？有什么话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我知道纸里包不住火，你早晚会知道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发誓，我绝对发誓，是你们闹掰了之后。行了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你跟唐敏熙好了，那是你们俩之间感情的事情。作为哥们儿，我应该祝福你。可现在我要跟你谈的是公司怎么办，公司怎么更好的发展下去。你和唐敏熙闹成那样，现在我又跟他好了，哼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离开公司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跟唐敏熙好了，啊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你们俩串通好的吗？不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生意就是生意，毕竟利益至上。敏熙的脾气你又了解，虽然我们是哥们儿，有些事儿毕竟不方便。